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咱除了提升战备以外，咱本身的战力嘛是真重要。伫咧第一线，空军唔但要有专业的技术，更要定期接受训练，注重团队合作。暗时7点半，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空中战士是安怎守护咱的土地。面对中国这阵仔真接咧军演，三不五时派军机、军舰来扰乱咱台湾，空军正做国防的第一线，都爱提兵备战。神经爱甲好严，虽然压力真大，毋过为着保卫国土，大家拢坚守家己的职务，甲工课做好。阮有一组人员会伫真接待面试，接到任务了后，随起飞的任务。阮这架飞机是 P3C， 专门掠迄个潜舰，甲做一寡海上的巡逻的任务。毋过要培养飞行员是无遐尔简单，毋但训练的时间长，成本嘛悬。为着要维持好的状态。每3年都要登去国军空军人员救生训练中心去训练，互救生的流程甲技巧更较熟手。安尼临时遇到各种的情形，才有法度来应对。不能受伤，但是又要达到这个训练效果的一个情况下来完成这个训练任务，这是就比较有挑战性。完成任务毋是靠运气，是有真侪靠山咧斗相挺。除了地勤人员的配合，厝内人因的支持嘛真要紧。才有法度，互第一线人员规心拼工课，唔免因为其他的代志来烦恼。其实飞行是非常安全的，有啥物样讲的？你看，阮一只飞机偌济专业、完整的地勤人员咧甲阮照顾，吼，而且4点钟为着阮这机务，吼，这努力啊拍拼。虽然我们不是穿军服的那一位，但是我们绝对是他最坚强的后盾。空中的战士用行动保卫安全甲自由，承担责任。达到厝内人因的期待甲愿望，当备战变做日常，咱民众嘛会当来思考，敢有咱会当做的代志，做伙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咱的国家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